我去欧洲旅行，到巴黎去旅行，都是晚上的飞机。在晚上的飞机的时候，我就坐在那边，我又喝酒了，又看电影，然后很高兴的。突然间，这种晚上的飞机常常遇到一个气流，那个飞机会忽然间降的，一直在下降。在这个下降中间，我还是在喝酒。旁边就坐了一个澳洲人，这个飞机一降的时候，他就拿着这个手把，一直在那边很恐怖的，一直在担心。等到飞机停下来了，有飞的时候，我还是在喝酒。他把他的手放掉，一放掉，他转过头来，很不高兴的看着我。他说：“喂，你死过吗？ You die before？” 我常常说 No， I live before， 我活过。